大家好，我係 TCL K-Train 大師，歡迎嚟到講之講第24集。我今日會介紹嘅係南港島綫西段。南港島綫西段代表色為淺紫色，全長 7.5 公里，預計喺2032至2038年通車。南港島綫西段來往香港大學及黃竹坑。喺2020年施政報告中，係途經香港仔、田灣、華富、數碼港同瑪麗醫院。而喺2025南港島綫西段鐵路計劃問卷調查，係途經香港仔、田灣、置富花園、薄扶林同瑪麗醫院。自60年代政府研究喺本港興建集體運輸系統開始，港府及民間不時提出興建地鐵路線連接港島南區嘅建議。喺1994年嘅鐵路發展策略，當時南港島綫嘅構思係一個中型鐵路系統，分兩段，呈十字形，兩段以田灣村作交匯。當時嘅顧問認為呢條綫雖然有助舒緩陸路交通嘅壓力，但同時估計規劃中嘅道路系統將會有足夠容量滿足預期嘅需求，因此並無迫切需要興建。2002年，地鐵進一步研究南港島綫嘅發展方案，提出咗南港島綫嘅原定建議，其中原定由寶翠園站經港島南區再通往灣仔站。喺計劃中，寶翠園站同灣仔站係西港島綫同南港島綫嘅轉綫站，但原定建議唔可以服務港島南區嘅市中心香港仔，同時以灣仔站為轉綫站，對前往九龍嘅乘客嚟講較唔方便。但因為方案唔能夠惠及香港仔市中心地區，地鐵公司設計人員因此喺2003年11月就南港島綫嘅規劃定下咗初步方案，將其中原定建議嘅南港島綫一分為二。2014年9月17日喺政府公布嘅鐵路發展策略2014中，落實興建南港島綫西段。喺2020年嘅施政報告中，為咗配合重建華富邨同躍動港島南發展，港鐵公司需要向政府提交南港島綫西段項目嘅建議書，有關部門會隨即進行研究，適時推進項目。因為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表示，南港島綫西段受重鐵爬升能力所限，部分路段需深入地底，令到運輸及成本效益唔理想，所以南港島綫西段會棄用重鐵方案，改為採用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。南港島綫西段嘅性質除咗係服務沿綫嘅居民，當南港島綫東段發生故障嘅時候，南區居民就可以利用替代路綫，即係西段前往其他地方，可避免陸路交通承載力超出負荷。今日南港島綫西段嘅介紹就完到呢度，未完待續。